国庆台典主题是下手世界台湾耀辉，国歌是由新住民领唱，因透早就到总统府前的广场做准备，讲要用行动甲台湾徛做伙，保护自由民主。早起6点半，总统府举行升旗仪式，国旗伫那天中慢慢升悬。 地球队演在国旗杆中，中华民国国旗慢慢升悬起嚟，即刻互人真感动。中华民国108年国庆，国旗伫那天中随风飘扬。透早6点半，总统府升旗仪式登场，国庆大典当顺利进行，拢是每一个单位的认真准备甲付出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电视中拢会看到这美丽身影。国庆礼宾人员由几个学校组成，负责引导贵宾。当然，因往嘛是国庆注目的焦点。我们是3点半开始，就是做妆发的准备。 今年的国歌是由新住民领唱，因穿上珍贵的传统服装，就是希望把上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。表达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，一起守护台湾，然后捍卫台湾的民主跟自由。一透早，因就非常认真、真努力的准备，嘛凸显今年的国庆大典主题：牵手世界，台湾耀辉。